阿库达嘎瓦溜诺斯给库蒙诺伊斗。五招生，帝都之死。这是伫咧有一天发生的代志。释迦牟尼佛仍然无代志，伫咧极乐世界的莲花池边，家己一个人慢慢伫咧散步。池仔内开的莲花拢亲像叶仔遐尼白，对伊花心金色的花蕊，不时有一阵的无法度形容的香味飘散到四周围。极乐世界大概是早起时的款。无偌久，释迦牟尼佛恬恬徛伫莲花池仔边，无意中对崁伫水面的莲叶中间，看落去池仔下骹的情形。对这个极乐世界的莲花池看落去，拄啊好会使直直看到地狱的上下底。透过亲像水晶透明的池仔水，敢若透过西洋镜共款，会当清清楚楚看到3度之雨甲尖山的景色。这个时阵，释迦牟尼佛拄好看到地狱的底有一个叫做堪达达的查甫人，伫咧一阵罪人中间，甲人下来下去的人影。这个堪达达虽然是一个做过害人放火、诚济歹代志的大贼骨，毋过佛道会记得伊做过敢若一摆的好代志。是安尼，有一摆堪达达行过暗烁烁的树林内的时阵，看到一只细只蜘蛛伫咧路边爬。堪达达骹举起来想要甲伊打死的时阵，伊忽然间想倒转来。袂使，伊虽然诚细，也是一条性命，无缘无故，甲伊打死，毋管安怎，是诚可怜的。落尾都无甲伊打死，放伊一命。释迦牟尼佛若看地狱的情形，若想起这个堪达达捌放过蜘蛛的代志。这个时阵，佛道想，为着堪达达捌有过这一摆的善心，值得互伊一个机会，就看伊家己会得通对地狱走出来野袂。拄啊好，佛道看到边仔，伫翡翠色的莲花叶的顶头有一只极乐世界的蜘蛛，伫咧牵真水的银色的丝。佛道就捏一条蜘蛛丝对下骹远远的地狱，直直甲放落去。这边伫地狱上下面的火池，堪达达甲其他的罪人做伙伫咧扑咧沉咧。毋免讲，看倒一边拢暗烁烁。有当时伫黑暗中，就是有物件浮出来，原来迄是恐怖的尖山的尖伫咧发光。迄种一丝丝希望拢无的感受，真正捌过。而且世界敢若伫咧茫然静寂寂，若是有当时会听到的，也只有是罪人无气灭的吐气声尔尔。这是因为咧落到遮的人，拢已经受过诚济地狱的刑罚甲舔，连要哭出声的气灭都无啊。所以，就算讲是大贼骨的堪达达，也互火池中的火砸甲袂出声，亲像一只强要死去的田蛤仔共款，敢若会当拼命紧要走出来。无意中，堪达达举头起来，伫咧看火池顶头的天顶的时阵，伫静寂寂的黑暗中，对遥远的天顶，毋是有银色的蜘蛛丝，亲像惊人看见，发出一线细细条的光，向家己的头壳顶一直流落来嘛。堪达达看到安尼的时阵，无张伫欢喜甲拍手扑，这条蜘蛛丝掠好条，甲攀条咧，一直甲爬起哩，袂阁互人赶到尖山顶，也袂阁互人沉入到火池内啊。既然想到安尼，堪达达就赶紧用双手甲这条蜘蛛丝掠好条，开始拼命一直爬起哩。伊本来就是大贼骨，所以这款代志诚早就是上闹的。
但是地狱甲极乐世界之间，相距何止几万里，搁较着急，也真无容易爬到顶面去。爬一阵了后，到尾仔牵搭搭也真忝啊，已经无气力通搁伸手爬对顶面去哩，已经无办法啦，想要休困一下才搁讲。伊吊大半途，哪位顶头看遥远的骹的情形？伊看到家己拄则点的火池，即摆已经立伫遥远的黑暗中，而且迄个蒙蒙发光的恐怖的尖山，也已经伫咧上的骹啦。若是照安尼搁爬起哩，要对地狱走出去，敢若毋是遐尼困难的代志。牵搭搭双手扛伫猪肚丝，发出来到遮了后，几若年拢毋捌的笑声，话讲袂歹，袂歹。但是伊阁无意中看到，伫猪肚丝的下边，毋是有坐甲袂得算的罪人，对伫家己爬起来后壁，敢若到遐摆规抓，也对顶面规心伫咧爬起来吗？牵搭搭看到这个情形，也着惊也恐怖。有一道久，伊简单敢若戆呆的喙开开，敢若目睭直直转，想讲敢若家己一个人，也强要转去的即细条的猪肚丝，安怎会当挡会掉遐尼济人的重量？上要紧的是，我家己真无容易才爬到遮，万一猪肚丝转去，我嘛会落落去，搁倒转地狱去。若是安尼，毋是真害吗？这个时阵，几千几百个罪人也伫黑黑暗暗的火池仔底摇摇嗦，规阵爬来爬去，伫微微啊发光的猪肚丝顶排做一撮，拼命伫咧爬起来。若是即马无想办法，猪肚丝一定会转去啦。自安尼，牵搭搭就大声亮：喂，罪人啊！这条猪肚丝是我的，恁到底得到什么人的引准爬起来的？落去，落去！就是伫这个时阵，一直拢无代志的猪肚丝，忽然间对牵搭搭调着的所在，呼一声，转去啦。所以牵搭搭也袂得的啦，做一个亲像甘露啊直直转，诚紧就栽落去黑黑暗暗的深渊。伫咧无月亮也无星的半空中，敢若留一条短短的猪肚丝，对极乐世界顶头闪烁着细微的光。释迦牟尼佛徛伫极乐世界的莲花池边，点点啊伫咧看这一切头尾的经过。无偌久，伫牵搭搭亲像石头沉入火池底了后，佛陀面上带着悲伤的表情，佮开始伊的散步，因为想要敢若家己一个人对地狱走出来。这款对别人无慈悲的心思，煞受到甲家己心思同款的报应，落倒转去地狱。伫释迦牟尼佛的慧眼来看，大概伫咧想。这个是也可怜，毋过也是了然的代志。毋过极乐世界莲花池内的莲花，对所发生的一切拢无去管伊，遐会亲像玉仔的白花伫释迦牟尼佛的骹边，连带的花叶仔摇咧摇咧，对花心的金色花蕊无法形容的香味，不时飘散到四界。极乐世界大概是缀要到中道的款，